从集中营释放后仍未恢复正常。从中国所谓教育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维吾尔姑娘的命运，再一次揭露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与迫害。据报道，31岁的维吾尔姑娘顾丽斯坦·艾合买提从集中营释放后，失去了心理平衡，仍在中正监护室。住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顾丽斯坦·艾合买提，去年被中国警察逮捕，今年9月21日被释放并送往医院救治，至今仍未恢复正常。但医院诊断报告中写入他的精神上有障碍。新疆大学前校长被判死刑，有一名维吾尔大学教授遭到中国政府打压。据报道，新疆大学前校长维吾尔教授塔西普拉提特伊拜以分裂国家罪指控，被判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塔西普拉提特伊拜生于1958年12月，东突厥斯坦伊宁人，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地学遥感专业毕业，研究生学历，工学博士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，曾任新疆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常委委员、校长职务。中国禁止卖糖，中国政府不断强化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。据报道，在东突厥斯坦，糖和一些甜品被禁止销售。当局声称，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旨在保障安全。乌鲁木齐的一半维吾尔人被监禁。据报道，东突厥斯坦首都乌鲁木齐的一半维吾尔人已被监禁。一名目击者在接受独立电台采访时表示，中国当局不分男女老幼任意抓捕维吾尔人。最近，他们继续逮捕14到15岁的维吾尔青少年。乌鲁木齐已有一半维吾尔人被监禁。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失踪。中国公安部副部长、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被指于9月29日从法国前往中国后失踪，多家海外媒体称其被中国官方逮捕。孟宏伟妻子于近日向法国警方报案，称其丈夫于9月29日离开法国前往中国后失去音信。目前，法国警方已对此立案，并由里昂警署展开调查。